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慧晶，欢迎准时收看《福气来了》拜年哦，好是神仙线，但听下来认识俩冬季后，先来了解到彩体的特色吼，当年了解时间同欢喜啊，有观众朋友同慧晶来做伴，唔知啊，你乡亲朋友除了准时看福气来了以外哦，大家还做到蛮该用嘅事情咯吼，比如讲生活当中嘅太些事情，也係講了解國家了大災股呢，講到了。已經有了解世事嘅朋友，咁有想過哦，還是得來開創人講嘅原發出嘅新生活咯。今日阿來同大家分享對了屏東高手吼嘅了阿爸幫妹嘅呢利用了漢時創造出來嘅經濟效益咯。人哋下呢就夾來分享現場嘅來賓吼，先來紹介係청蘭幫妹吼。係청蘭啦。先來聊觀眾朋友來上家問下。好，各位親戚、各位朋友來到我在公司電視台啦，來大家分享一下，一個東西一定做安尼吼。用嚟做啦，韓國一個經驗，家下來老大家分享。好，講用嚟做，用嚟寫，家下聽來老大家做一陣分享咧。接下來呢，手機就係靈魂人物，安尼嘅秋香好。大家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高手來嘅秋香。真歡喜今邊吼來到也同你介紹俺哋屏東美意市嘅東西。我即講屏東一個應該高手一片嘅安度嘅一個產品啦，韓國人當然識嘅東西上來起碼嘅啦，嗬！一講到也我認識嘅呢一個屏東嘅高手來講啊，嗬！見到一個農業產品安度咧，嗬！我聽說我嚟注意到嘅就係嘛，一隻叫做太保農產品嘅生產合作社，呢一隻合作社嗬，講到一個開始來營運啊，到一下來講啊，頭先講到嘅年半年，佢其實就係朝陽啊，嗬！朝陽先來留大家講下。你本身就係對一片高素態嘅，也係喺高素人，也係其他素材加過來嘅。我本身係是嘉東人，嘉東入邊嘅客人，係嘉東客人，我75年加來高素。我加來高素過後呢，就都入邊咯，嗬，應講到適應入邊嘅應講。成法咧嗬，家下嗬，人哋講到嘅嗬，應講到而係一隻應該合作社嘅，我想講可能你開頭嗬，其實應該下都係行頭來做嘅人嗬，嘅做到老太監講下，而到一隻想講合作社係樣嘅開始來成立嘅咯。係，我頭擺我哋是對嘅我哋青春不老隊，青春不老隊伊個前行路我哋做社區營造。古時係對呀，講沙琪洋蔥嗬開始來做起始，都係一開始嘅客人係開始來做沙琪洋蔥，過後成立一隻當做長春不老堆，不老堆，嘅下係洋蔥係做乜嘅不老堆，又有乜嘅所長嘅？最主要路嘅我哋嘅沙琪嗬，沙琪路伊個農業嘅沙琪，也我哋一塊路地啦嗬，而農業嘅沙琪只留下來都一塊都存到嘅嘅老人家，老人家其實嗬，聽人嚟嘅，要留下也係釀造東西，其實一直都沒有去斷過。所以我們就把它組合起來，用這樣子的釀造作為社區營造的開始。過了以後，我哋都讀到我哋合作社成立了，我哋想到我哋愛推嘅某個東西，佢講後來我哋愛推嘅應該是農業。農業我哋最終嘅目的都係我哋向上嘅買鼓勵。向上買鼓勵，我哋用哪某個邊嚟鼓勵，我哋要邊嚟看到也係希望。某個希望人哋鼓勵也農村社會，然後去做某個，做農業唔容易做。大家都會知道講做農場業冇乜嘅前途嘅樣嘅。後來都從嘢農業農產品，我哋都增加青島嘅一附加產品，然後就讓年輕人他們有回來的希望。古時對一個70人做到一下嚟哦，時間咩當久咧，所以講對一個沙琪種起洋蔥到一個青春不老堆哦，
慢慢的哦，吼，因哋即係講老爺講本來因都一個告訴一片生活當中，因平時食得到嘅吼，亦都按到嘅東西，然後慢慢的哦，吼，希望講透過按樣嘅方式來做出一隻講有一隻成績，因為希望做得上到後生人賺到業力。哦，做到的即講唔係講，吃到農村搶農民天天嘅一種感覺啦，吼，好，也就講到一個很樣嘅開始來做喜事嘅吼，也太提醒啦，大家來講下，也下呢，然後來問下哦，做到順行嘅從來白眉哦，然後大家講下，而家下係乜嘅樣嘅機會啦，吼，也係樣嘅吼，怎麼來參與按樣嘅一隻團隊，韓國人係參與研究嘅，哦，我都嘅做辦咧。做辦，安個參加一個安尼客人咧，係嘅客人咧，佢只媽媽嘅客家阿媽嘅一隻團隊咯，嗬。古時你就係參加客家阿媽，韓國本地而且家本身就係種一個做嘅，喺我要頭先要同秋香講啊，嗬。而種嘅做嘅啊，一定好食咧，嗬。一樣啊。嘅係用嘅種出來，係有人特別係就本地人就無下就種做嘅，一個人係對結同時開始來種，那時種也係有人教。一多人，佢哋學咗84年嘅嚇，佢係做多件咧。頭哥而種嘅農產品太甜係咪？我都頭下種都絲毛嘅。哦，絲毛嘅係。我哋頭家做嘅，係人他家用古年嚟講，學家一啲歡迎揀嘢啦，嗬。做一道田林嘅噴火巴啦，我係講啊貴金田動真係動辛苦哦。此田貴辛苦都講貴金嚟種安尼做佢先嗬。嗰個拖線佢一個黐人咧。哦，安樣。都貴金嚟種做嘢啦。安樣嗬。都細條都應該仔皮，哦，充熟死唔樣嘅，出死嚟都計仔皮一嘅嗬都。因研究出家研究講用乜嘅類嘅嗬？出家因研究啊，今年總體嚟我屬性嚟講係，你拿來試，你係冇再過研究？係啊，我都研究佢先嗬，一問一人佢先用乜嘅安尼皮料嗬，我係人用乜嘅安尼，我都研究都做樣要安尼種起來安尼，都好起來安尼。哎呀，好家姐，我一個見面入去嗬，係潮響嘅，古時係啊，有也嘅講睇大鼓勵，係我就講出啲我哋手起之後，大家都會識到好，識到好食，做一個嗬今年天嚟嗬，撈完煮飯，嗰天年嚟韓國要種要出山嚟做，再過來撈煮飯。古時呢，最唔種嘅做嘅嗬，一個品質上來，應該一定好嗬，品質好呢，都要當到嘅一個老主顧會來潛來買嚟嗬。一下就講到嘅，頭先講到客家阿媽本身係種一個做嘅啦，一客家阿媽要做乜嘅事情啊，都一個團隊喺度。好，都嚟做一道我哋種菜一道。做我都頭先喺度提到嘅，我做一個團隊喺度客家當然會講到生活當中會識到嘅東西，嗬。你講乜要講種菜，咪要講魯鹹淡一道嗬，一道一種嘅想講工作啦，所以然後阿媽入邊大家來做咩來教，要來教驗啊。要話我咧要先生嚟哦，我出緊屋擺都我咧阿媽，都冇人講嗬，什麼人嫁出去。喺學校去來，喺邊樣曉得呢？我都講安尼阿媽做，都安尼出家要做咯。個個大家都入入嘅安尼客家嘅媽媽安尼阿媽嗬，都睇因做都大家都做起來。係安陽人啊嗬，因講到湯體，也個因講從來北美嗬，其實安陽來做一隻分享嘅哦，一下係想都來轉到秋香入邊啊嗬。頭先講到長春部落都有湯起來都當法律嚟哦嗬。韓國呢撒下來有客家阿媽嗬，即係講客家阿婆啦嗬，有兩隻名嘅嗬，幾下而係用嘅老記上出來嘅，一切揀名出來，一係大家向下來上嘅。我頭邊有講到嗬，嘅青春不老隊是對於安尼社區營造、社區營造安尼做方來，做嘅也見嘅安尼轉到也個社區客莊媽媽，客莊媽媽其實是我們就希望提供
一个场所，让老人家能够在他们能够继续学习的地方。那他的学习其实是不只是老师来上课，而是他们的彼此教学相长。所以讲也到應嘅蘇婆爸妹嗬，佢都來到也喺時節嗬，喺相互來學習嘅，唔係單槍講拿自家做自家，嗬，應該品質各方面咩，我諗佢統一起來啦，嗬，即係我要強樣咁樣做咧。一下看到嘅相片，也喺你度做乜嘅？細路霹靂啊！細路霹靂，我估數嘅羅霹靂啊，佢即係對田度幫助來過後田康，就愛開始來食，睇下強下來做。一樣嘅白米都也嘅團隊喺度嗬，所以笨蛋宿舍全部都宿舍嘅人，也係有新宿舍嘅朋友。冇，他講攏宿舍嘅啦，來都合作晒嗬，對他講攏那種一家人啦。就像我下年咁樣咯，真實咧嗬。他講真歡喜喺做安尼。學也就會講到也嘅白米哦，來到也會咧，應講一樣做唔係講當日出嚟做也嘅做嘅以外，做冇乜嘅事情嘅樣嘅，都係要閒嘅時間，未必來到也，你都要固定嘅時間嘛。有固天啊，我哋見你講啊，做乜嘅我都他家都團隊落去啊咧，落去聽數就喺度，我哋在做啊咧。好，講到日頭就係頭先要講到落霹靂啦，嗬，還有其他印度嘅農產品，既然就印度嘅農產品，印度全部愛來做一個加工咧，嗬。就像做得嚟講下，就係印度嘅農產品，你睇睇係樣嘅去調通咯，聽說愛品質嗬有一定嘅要求啦，嗬。韓國咧就係愛合作之前要留意到大企業也係乜嘅。而家農產品嘅要求嗬，一開始我們最要求是農產品本身要安全。安全咧就係你講到的農藥嘅問題咧。錯，按來做啊，那加工品哦，其實也是一種回饋啦。就回饋農民他們種安全東西，我們再去發展很多的青島呀附加產品。先拿安全嘅農產品，先拿佢種出來過後，然後來發展其他嘅附加嘅產品。做安尼嘅東西，安尼東西我來再去行銷推廣，因為讓有信心去做安尼事情。安樣型啊，所以講到一開始到佢做出來過後啊，可以行銷。不過 Andy 講真實咧，嗬，也嘅最加工嘅產品很多。如果講到係講阿媽佢哋嘅也嘅種個平時生活當中，都識得到嘅。一樣生來佢嘅種類啊，嗬，看其實現從也會有做幾下種咧。呀，而到嘅人產品係樣嘅去開發，也係講做笨蛋嘅去延續下去天天。因為是研修的事情啦，吼，本來因來都會做，要做原來米料會行銷，一定會統一化，那個品質一定要統一。過了因買買個東西，因會送到外人不愛吃，愛吃啦，吃到伊太鹹，太甜，我都會去改，吼，我都想辦法去改，改啊，伊來大概他甲統一一個靠口味，係口味，然後他甲食，然後我們再推出去。到按樣嘅口味，做會得咧，就講佢嘅鹹淡啦，嗬，也係講到佢嘅品質啦，嗬，樣嘅按樣做會得咧，按張統一來做也嘅行銷啦，嗬，按講也下嘅農村社會哦，睇實就農人家下多，不過按樣嘅去運用也下嘅一個資源來發揮嘅農村咧，也得定義上嘅嘅不老長存區哦，其實東山萬我來達標，真係係用呢度嘅精彩內容，家下聽陣個繼續來聊大家來講到，先來聊下嚟。